好悶啊！睇電影睇到蝸牛好勇敢出海，但係原來一個人出海一啲都唔容易㗎。係啦，又冇得用電腦，又冇得睇書。咦？咩聲嚟㗎？咦？點解呢度有隻雞嘅？睇下佢仲猛咁乜嘢嚟啫？仲想得埋我添。其實佢係住喺我條村度㗎，我都唔知點解佢成日都不停咁樣得。上次仲見佢吞好大個石添。我知，因為雞係冇牙齒嘅，佢哋將啲食物直接吞入胃，所以要靠其他物件，例如石仔幫助磨碎啲食物。不過佢哋仲吞大嚿石，可能係消化不良。嚇，咁點樣先可以